我哋透過正語嘅修行，學會管理自己嘅口，讓語言帶住智慧與善意。然而，內在嘅思維同口中嘅話語，最終都要透過實際嘅行動，先至能夠真正影響我哋嘅命運。NBSP 推動身口意無形嘅力量，分為正負兩種。呢個就係八正道嘅正業。佢以前面嘅正見、正思維為基礎，透過正語嘅清淨，共同推動我哋嘅身口意全面向善。相反地，一切嘅惡業都源於我哋內在貪、嗔、癡呢三種不善之根所引起嘅行為。因此，正業嘅修行就係要俾我哋喺每一個行為中都能夠做出有意識嘅清淨嘅選擇，從根本上終結惡業嘅循環。由此可見，業力係你過去身語意嘅累積，佢塑造咗你今生嘅命運。你過去累積嘅嗔恨與執着，會喺今生嘅生活中顯現為阻礙同不順，而善業則會為你帶嚟美好順利嘅磁場。因此，惡業會形成負面循環，持續影響你嘅身心與未來，直到你主動開始轉化佢。新嘅行為，呢啲係透過身體嘅行動所做下嘅惡業。轉化之道在於護生與尊重。殺生、傷害或者奪取任何生命，轉化為護身、愛惜生命、尊重所有生命；偷盜、竊取或者古有唔屬於自己嘅財物，轉化為布施、慷慨給予、尊重他人財產；邪淫、唔正當、唔倫理嘅性關係，轉化為守貞、遵守倫理、尊重家庭與承諾。口嘅行為，呢啲係透過言語所做下嘅惡業，轉化之道在於真誠同和諧。妄語、講大話、欺騙、講唔真實嘅話，轉化為實語、誠實唔欺騙、言行一致；兩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轉化為和合語、促進團結、化解矛盾。惡口、惡毒、粗暴、詛咒他人嘅話，轉化為愛語，話溫和、有禮、關懷嘅話；訖語、冇意義、輕浮、無聊嘅花言巧語，轉化為有意語，話有價值、有意義嘅話。許意嘅行為，呢啲係透過心念所做下嘅惡業，轉化之道在於智慧與清淨。貪，強烈嘅貪戀與古有欲，轉化為知足，滿足當下，放下古有欲。嗔，憤怒、怨恨、不滿嘅心念，轉化為慈悲，培養愛心，練習原諒與忍讓。癡，思想顛倒、執迷不悟、缺乏正見，轉化為正見，學習智慧，睇清因果真相。轉化以上十不善，就係將你嘅身口意呢三善造業嘅大門，從過去嘅貪嗔癡模式轉向慈悲智慧與善行。當你清淨咗身口意，就係喺度累積正業，自然能夠化解惡業嘅循環。人生在世，即係業力使然。請記得，我哋並唔因此而厭惡或者抗拒我哋嘅人生，而係借助呢一啲新機緣嚟學會駕馭自己嘅業力。NBSP日常點樣學習駕馭自我？可以依循以下簡單嘅4步驟，把生命嘅主導權掌握喺自己手中。步驟1：駕馭你嘅身口意。步驟2：檢視身口意嘅軌跡。步驟3：維護身口意嘅淨化。步驟4：精進身口意嘅駕馭。建立對善惡業嘅認知，以及駕馭自我嘅練習，把身口意掌握喺自己手中，行使於八正道上，唔單止係利己，亦都係利益周遭嘅人，你就會成為社會嘅幸福典範。鍾意我哋頻道，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